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1，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安尼讲：身躯的灯就是目睭，你的目睭若金，通身躯就光；你的目睭若灰，通身躯就暗。你内面的光若暗，迄个暗偌大？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的目睭着金，才袂互身躯入伫暗的天边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是光明的源头，是生命的泉源。主啊！我要专心敬拜你，因为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下救恩，互阮通伫基督内面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我要来学乐，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心思，常常受世界的欲望甲眼光的影响，直到阮看重地上的光荣，总是忽略天顶的荣耀。阮对着一时的满足，总是袂记你伫永恒的福乐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目睭金，互阮的内面有光照，通有属天的眼光来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